我哋除咗保持良好作息、營養飲食同運動之外，好多人都疏忽咗關注血液不堵塞、血液流暢嘅重要性。當血液粘稠凝固會導致血管阻塞，會使身體出現多種危機，包括中風、心腦血管疾病、各種長期慢性病患或各部位痛症，影響咗活動能力。你是否知道血液喺人體內扮演住點樣嘅角色呢？血液係生命嘅動力同源泉，具有輸送營養、水分、氧氣、抗體，同時調節體溫、水分、酸鹼度、滲透壓等及代謝物嘅功能。微循環血管一旦阻塞，會引致血液流動不暢順，嚴重者可會導致各種血管梗塞或組織器官病變，對身體產生極大嘅負面影響。血液透過微循環毛細血管回圈流動全身。微循環毛細血管被譽為人體嘅第二心臟。微循環毛細血管佈滿人體各個部位，拉直總長度達13萬公里，可環繞地球2個半圈。當微循環發生功能障礙，會導致營養物質、氧氣同水分不能滿足組織氧化代謝嘅需要，同時組織器官中嘅代謝物不能及時排出，而引發組織器官功能病變，導致疾病嘅發生或惡化。所以關注微循環毛細血管嘅暢順運作係不可忽略嘅。根據2019年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獲獎細胞氧氣感知研究顯示，發現咗細胞如何感知以及對氧氣嘅供應與好多疾病包括癌症病發緊密相關。根據此研究報告得知，保持氧氣通暢無阻輸送到人體各個器官同組織尤其重要。研究及臨床顯示，使用 eLife 有助微循環血管得到改善及提升細胞氧氣含量。科學證明，帶有負電荷嘅交流正電場施加於人體表皮後，刺激神經感受器而產生嘅細胞動作電位傳遞至腦部及神經系統，幫助改善某啲生理機能，促進養分吸收及毒素和代謝廢物嘅排出。喺現今居住環境同日常生活中，都無可避免咁會接觸到大量嘅正電荷和電磁污染，影響人體生物電位。同時，隨住人體嘅自然衰老，細胞內某啲細胞器嘅膜電位亦都會逐漸下降，細胞同器官代謝機能亦隨之衰退。為咗預防或延緩機體病變，維持體內正常嘅生物電位係極為重要嘅。血液與器官細胞組織中含有各種帶電荷嘅物質，當細胞膜兩側電位發生異常時，可以引發細胞跨膜運輸、離子通道失效，進而導致電解質、氧氣同埋水分等物質交換受阻，包括代謝後產生嘅毒素及二氧化碳，亦都無法及時排出體外。使用 eLife 有助於協調人體細胞膜兩側電位平衡，改善生理代謝同血液循環。eLife 採用 PESF 療法作為輔助康復治療，有助促進維持體內正常細胞膜電位，提升細胞氧氣含氧量及改善血液微循環。eLife 領先於同類產品，獲得多國品質管制體系認證，同時備受眾多國家衛生部醫療器械管理局監管批准核實，表列為醫療儀器。eLife 通過歐美及亞洲多個研究所、大學、醫院臨床測試，研究對象包括糖尿病足症候群、中風患者、康復者、肥胖人士、脫髮人士、職業運動員、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等。表列認證及研究資料結論分別得出：改善血粘稠度、改善血液微循環、改善細胞氧結合、促進微血管自律運動、促進靜息代謝率、有助於調節自主神經系統、促進皮膚傷口治癒、幫助緩解身體疼痛、改善體能恢復、有助於緩解失眠和便秘、改善脫髮、有助燃燒脂肪。eLife 使用先進嘅高科技非入侵性物理療法，改善血液微循環和基礎代謝率，
亦能夠製造體內能源，亦即係話中醫學稱之為血氣，同時有助提升全身和面部肌膚彈性與光澤，預防水腫、皮膚鬆弛或皺紋嘅出現。E-Life 嘅卓越功效、安全品質、無副作用，喺國內外均有極高信譽和知名度，操作簡單，整個家庭都能從中受益，適合各年齡層人士及寵物使用。由今天開始，讓 E-Life 融入每天生活，輕鬆遠離血流循環不暢順。